美捷威通 MJ1014 病房專用式微負壓創面治療機，全球首創精準負1 kPa 控壓，機器功率、氣體流量大，滿足臨床各種不同創面使用負壓源的實際需要，可根據不同創面、不同階段的病理生理特點，實現負1 kPa 到負35 kPa 自由調節，具有減輕燒燙傷滲出期創面損傷分級，提高滲液管理水平，避免污染、交叉感染，減少換藥次數，避免疼痛性休克，促進創面皮島爬行，加速創面愈合和減少疤痕形成等多重特點。產品零件展示 MJ1014 病房專用式微負壓創面治療機，油主機、引流瓶、水封瓶、過濾器和引流管組成。產品安裝：把水封瓶放置主機後勾槽，並將水封瓶細管連接主機小號氣嘴，接着將引流瓶掛到主機上，將過濾器軟管分別連接引流瓶出口以及主機大號氣嘴，接着將敷料的引流管連接到引流瓶進口，即可完成安裝。引流瓶、水封瓶的使用方法：當引流瓶收集溶液達1600毫升時，應當直接更換清洗引流瓶。引流瓶裝滿了，溢流保護器會堵住引流瓶出口，機器會停止工作，不再吸收滲液，此時應當更換清洗引流瓶。水封瓶內部添加純淨水，加入水位高度100毫米到130毫米之間。對於水封瓶中純淨水的更換週期是7天一次。產品操作方法：病房專用式微負壓創面治療機，擁有自循環間歇吸引工作模式以及持續吸引工作模式。自循環間歇吸引工作模式的操作方法：在主界面點擊自循環間歇吸引工作模式鍵進入其工作模式，點擊壓強數值處，輸入負壓值大小，負壓範圍為負1 kPa 到負35 kPa，根據使用需要，輸入吸引的運行時間以及停止時間，時間可以預設範圍1到99分鐘。設定好參數後，點擊確認鍵後，機器開始工作。在機器運行過程中，可以點擊停止運行鍵來中斷當前吸引器運行。此狀態下，可以再點擊啟動運行來延續上一次壓力設定的工作，或者點擊參數設置鍵返回到參數設定界面，對參數進行重新設定。如果治療結束，操作者可以點擊停止運行鍵，機器停止工作，再點擊返回主頁鍵，回到主界面。注意，自循環間歇吸引工作模式具有欠壓提示功能，如果漏氣，屏幕會出現黃燈閃爍。持續吸引工作模式的操作方法：在主界面點擊持續吸引工作模式鍵，進入其工作模式，點擊壓強數值處，輸入負壓值大小，負壓範圍負1 kPa 35 kPa。設定好參數後，點擊確認鍵，機器開始工作。在機器運行過程中，可以點擊停止運行鍵來中斷當前吸引器運行。此狀態下，可以再點擊啟動運行來延續上一次壓力設定的工作，或者點擊參數設置鍵返回到參數設定界面，對參數進行重新設定。如果治療結束，操作者可以點擊停止運行鍵，機器停止工作，再點擊返回主頁鍵，回到主界面。注意，持續吸引工作模式具有欠壓提示功能，如果漏氣，屏幕會出現黃燈閃爍。不同壓強敷料展示。